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？咱台湾人咧啉手揢茶，一冬落来会当啉上一杯。这个茶有七成是对南投民间来，也清北溪寿天宫香火旺，嘛甲民间200-300冬来的茶米产业有关系。农村武壮青年伫一个拜六下晡来到清北溪办演唱会，请真侪歌迷来南投民间乡听歌，顺便拜拜兼啉茶。今仔日有人去参加迄个茶文化的迄个导览。阿达拉邀请大家去参观民间茶乡的茶米博物馆，了解民间茶米产业的重要性。台湾人一冬啉上一杯的手揢茶，其中有70%是为民间来的。你看，台湾靠卖饮料赚1331亿。清北溪寿天宫服侍的先天上帝，200-300年来就伫遮陪伴来民间种茶伫遮徛起的证人。伫寿天宫好评的壁顶有一个神秘的茶馆啊。看讲老人有需要来求转去食平安。若要爱平安茶，就要去甲上帝公拜拜，求3个圣杯。这个拜六下晡，无人吵吵闹闹、悠悠乐乐，农村武壮青年用歌声邀请大家来了解民间茶米产业的重要性，佮有伊代表的历史意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